苍天降道在人间，希望有缘人上岸，脱离六道轮回苦圈。他把神道传给你，他把三宝传给你，赐予你平安回到地天。先生菩萨一起下凡，只为来找你。不要为了世间名誉，你灭了自己。苦口婆心到处献花，都是为了你。生命短暂，感谢上天不离不弃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于我们温暖，装上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修道就有收获。不要觉得修道难，不要觉得烦恼累，前线都是这样走过。有你修伴更灿烂，积极精进到五百，跟随前线脚步往前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一心度众生。白天鲜花灿眼神里，满心真欢喜。自从修道，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是修相伴，一路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于我们温暖，装上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办到就有成果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于我们温暖，装上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哑洒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办到就有成果。各位尊贤，大家三我针对天恩师德、多师的风俗、师尊师傅的改革，以及咱全面的改革，咱分会理事长的邀请，会当伫早起这个讲座来甲咱结缘，感到非常的荣幸。那么，伫这个课题内底我想要甲咱报告，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，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？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，咱这个录影带会流传去外口，流传去外口。那么伫这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这个了解，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安尼吼。那么因此，今仔日伫咱这个讲座报告以外，为咱家己内涵知影，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。所以，我要报告的课程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货。